我知道，我盡量啊。走了啊。欢迎来到我的王国。你的王国啊，口气太嚣张了吧？进去看看。这个王国是我亲手经营、亲手打造的，世界上独一无二的。这种形式在人英国也有。不可能，这是我独创的。井底之蛙，人家只不过名字不一样而已，人家叫换妻俱樂部。我们这个跟换妻俱樂部完全不是一个概念。我们这是给都市单身男女打造的一种新的婚恋模式的私人俱樂部。难道说比换妻还要更刺激？我操！这就是我们城市走婚俱樂部的后花園。我知道你现在有点紧张，你的发型都是这么的优雅，你的眼睛，你饱满的額頭，挺拔的鼻子，還有豐滿的雙唇，就連你選的香水都是那麼的獨特。你居然擁有這麼迷人的胸型，你的臀部居然這麼富有彈性，你就是我心目當中的女神。我現在要對你講一句話。這一句話，我在全世界只對你一個人講。嫁給我。有沒有覺得很幸福？行了，你別跟他鬧了。我給你正式介紹一下吧。Sean，我們城市走婚俱樂部的當紅男寵。當所有的姐妹們遇到心靈的空窗的時候，Sean總是陪伴在我們的身邊。既然是珊珊姐的朋友。